人世間最殘酷嘅，從來唔係貧窮磨難、歲月催老，亦唔係病痛纏身、孤獨無依，而是一個人耗盡半生心血，傾盡所有積蓄，付出一輩子真心養大嘅子女，臨到自己60歲，步入晚年，最需要溫暖體諒，最盼骨肉情深嘅年紀，偏偏遇見最真實、最涼薄嘅不孝。呢種痛唔會流血，唔會傷骨，卻會慢慢侵蝕人心，涼透五臟六腑，係一世辛勞換來嘅無言落空，係父母一生最難愈合嘅遺憾與心傷。好多長者臨老先徹底醒覺，世間最狠嘅從來唔係外人嘅傷害、世事嘅無常，而係自己用心護住、用命成全、用愛養大嘅骨肉，最後變成最忽略自己、最虧待自己、最不懂珍惜自己嘅人。我越世數十載，見過無數家庭嘅冷暖興衰，看透無數親情嘅虛假真實，漸漸明白一個好殘酷嘅道理：子女嘅孝順從來唔係天生自帶，亦唔係養育必然所得，而係人性底色與家教傳承嘅映照。世間大部分子女細個時乖巧懂事、溫柔貼心，事事依賴父母；長大之後羽翼豐滿，擁有自己嘅世界與人生，就會慢慢脫離父母嘅掌控，淡忘父母嘅恩情，忽略父母嘅付出。尤其當父母年滿60，體力衰退，不再強大，不再萬能，無法再為子女遮風擋雨、分擔壓力、輸出價值之時，好多隱藏喺親情深處嘅自私、涼薄與不孝，就會徹底暴露無遺。60歲之後，先至發現好多子女嘅孝順，只係做俾外人睇嘅表面功夫。逢年過節、親友聚會，就會表現得體面孝順、噓寒問暖、周到體貼，贏得身邊人嘅讚美認可。一旦回歸日常，褪去喧鬧，就會即刻變回冷漠敷衍、不耐疏遠。父母身體健康，能夠自理生活，能夠幫忙帶娃、打理家務、貼補家用嘅時候，就和顏悅色，時時親近，處處依賴。一旦父母體弱多病、行動不便，需要照料，無法再付出嘅時候，就面露嫌棄，處處疏遠，事事推辭，斤斤計較。呢種選擇性嘅孝順、功利性嘅親情，比直白嘅忤逆更加刺骨、更加涼薄、更加令人心寒。最常見嘅子女不孝係精神上嘅凌遲與忽略。60歲嘅長者所求從來唔係大富大貴、錦衣玉食，只係一份體諒、一份尊重、一份陪伴、一份真心。年紀大咗，眼界變淺，心態變軟，所求變少，唔再貪圖名利，唔再執着得失，唔再計較貧富，只盼骨肉和睦，子女之心，晚年清靜。但好多子女偏偏連最簡單嘅溫柔都唔願意給予，佢哋對外人謙和有禮，內心十足，處處包容。面對朋友、同事嘅失誤、陌生人嘅麻煩，都能夠一笑置之，體諒遷就。唯獨對生養自己嘅父母，最冇耐心，最無溫柔，最無體諒。更加令人唏噓嘅係，好多子女將生活嘅不如意、工作嘅煩躁、人生嘅委屈，通通發洩喺父母身上。在外邊受咗氣，挨咗委屈，遇咗挫折，唔敢與外人爭執，唔敢向上級反抗，唔敢與朋友計較，唯獨返到屋企，將所有負面情緒傾瀉俾最愛自己、最包容自己、最唔會離開自己嘅父母。佢哋心知肚明，父母永遠會原諒自己，永遠會包容自己，永遠會默默承受自己嘅壞脾氣與負能量。正因為呢份無條件嘅愛與包容，先令越來越多子女肆無忌憚、得寸進尺，將不孝當成理所當然，將冷漠當成日常常態。世俗有句真實到殘酷嘅說話：
父母對子女嘅愛係無私無盡，不求回報。子女對父母嘅情大多有條件，講求價值。60歲之前，父母有體力、有能力、有價值，能夠為子女分擔風雨、解決難題、提供幫襯。呢個時候，子女大都乖巧孝順、和顏悅色，事事聽從。60歲之後，父母體衰力弱，無力付出，價值退去，無法再為子女帶來利益、解決麻煩、減少負擔，甚至需要子女花時間、花金錢、花心力照料。呢個時候，好多隱藏嘅不孝就會徹底顯露。好多子女開始嫌棄父母體弱多病，拖累生活；嫌棄父母思想落伍，無法溝通；嫌棄父母生活瑣碎，麻煩多多；嫌棄父母無力幫襯，只會索取。從前嘅溫柔體貼變成冷漠敷衍，從前嘅耐心陪伴變成不耐疏遠，從前嘅敬重聽從變成隨意斥責。呢種前後巨大嘅反差，先係晚年長者最難承受嘅心酸。你一世真心待人，一生盡責為家，不生無私育兒，最後換來嘅只係價值耗盡之後嘅拋棄與冷落。仲有一種最隱蔽、最傷人嘅不孝，係精神邊緣化與情感無視。好多家庭表面和睦，無爭無吵，看似孝順，實則老人家早已活成屋企最透明、最無存在感嘅外人。一家人圍坐食飯、閒聊聚會、分享日常，人人有講有笑，氣氛熱鬧。唯獨老人家插唔上話，融入唔入，無人搭理，無人顧及。子女會耐心傾聽朋友嘅煩惱，細心關心同事嘅近況，熱心陪伴愛人嘅閒聊，卻從不願意花1分鐘時間聽聽父母嘅心事，體諒父母嘅孤獨，撫慰父母嘅委屈。屋企大小事務、重要決定、生活規劃，子女從唔會諮詢父母意見，從唔會尊重父母想法，從唔會顧及父母感受。父母身為一家長輩，家庭根基、養育恩人，卻徹底失去話語權、參與權、主導權，只能默默旁觀自己一手撐起嘅家庭，自己用心養大嘅子女，慢慢將自己隔離、遺忘、邊緣化。呢種無聲嘅忽略、無形嘅疏遠、無言嘅冷落，比直白嘅爭吵、明顯嘅貿易更加刺骨，日日磨損老人家嘅心境，夜夜涼透老人家嘅真心。好多人晚年先醒覺，自己前半生太傻、太真、太顧家，年輕時將所有時間、精力、金錢、真心統統壓喺子女身上，將子女嘅人生、子女嘅前途、子女嘅生活擺喺第一位，將自己嘅需求、自己嘅快樂、自己嘅人生通通擺喺最後，為咗子女捨棄喜好、壓抑自我、忍受委屈、放棄自由，以為犧牲自我就能換來一世安穩、晚年無憂、兒女孝順。殊不知人心最易變，恩情最易淡，付出最易被視作理所當然。太容易得到嘅溫柔，無人珍惜；太無底線嘅付出，無人感念；太懂事嘅父母，最易被虧待。呢個係千古不變嘅人性真相，無論係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從來都適用。你越係無私付出，越係忍讓包容，越係懂事體諒，對方就越係習以為常，越係肆無忌憚，越係不懂珍惜。反之，你有所保留，有所自持，有所底線，先會被人敬重，被人善待，被人放在心上。太多父母一生善良軟弱，無私無求，最後活成咗子女眼中最無用、最卑微、最容易忽略嘅人。60歲遇見子女不孝，看似係人生最大嘅不幸，其實係晚年最清醒、最珍貴嘅一場修行。歲月到老，風雨歷盡，
終於看透親情嘅真偽，看懂人性嘅涼薄，看清身邊嘅人心。從前執着嘅親情圓滿，期盼嘅子女孝順，渴望嘅真心相待，到今日終於徹底放下，淡然釋懷。原來人生最大嘅清醒，就係不再對任何人抱有過高期盼，尤其不再將自己晚年嘅幸福安穩寄託喺子女身上。子女孝順係天賜福分，係人生驚喜，值得感恩珍惜。子女不孝係人性常態，係命數輪迴，無需耿耿於懷，無需自我內耗，無需執着糾結。前半生我們身為父母，身為長輩，盡心盡責，無私付出，成全子女，撐起家庭，問心無愧，無怨無悔，已經盡咗人世間最大嘅責任與義務。後半生歲月屬於自己，人生屬於自己，快樂屬於自己，唔再為子女煩憂，唔再為親情內耗，唔再為人心涼薄而委屈自己。面對子女嘅冷漠不孝、自私涼薄，最明智嘅活法，從來唔係糾結怨恨，唔係痛哭流涕，唔係苦苦討好，而係沉默釋懷，獨自自持，好好愛己。你要明白，你嘅一生已經足夠偉大，足夠善良，足盡本分。你養大子女，立家成業，歷盡風雨，撐起一片天，從未虧欠天地，從未虧欠他人，更從未虧欠自己嘅子女。子女嘅不孝係佢哋嘅格局不足、心性不足、家教不足、福氣不足，唔係你嘅過錯，唔係你嘅失敗，唔係你嘅虧欠。晚年最好嘅狀態係心寬、心靜、心軟、心淡，接受親情有缺陷，接受人心有自私，接受世事有無常，接受人生有遺憾。唔好因為子女嘅不孝否定自己一生嘅付出，唔好因為他人嘅冷漠委屈自己剩餘嘅人生，唔好因為人情嘅涼薄消耗自己僅存嘅福氣。你的價值從來唔係子女定義，唔係他人評價，唔係世俗得失，而係你數十年嘅善良、正直、擔當、盡責。你一世光明磊落，問心無愧，就值得世間所有嘅溫柔與安穩。60歲之後，學會為自己而活，好好保重身體，好好調整心境，好好享受餘生，好好善待自己。有積蓄就好好消費，彌補前半生嘅虧欠；有時間就好好散心，體驗世間風景；有閒情就好好愛自己，取悅自己，成全自己。唔好將時間浪費喺糾結人心、抱怨不孝、內耗情緒之上。人生下半場最貴嘅係健康，最難得嘅係心安，最珍貴嘅係自在，其餘一切皆為浮雲，皆可放下，皆能釋懷。亦要學會守住自己嘅底氣與尊嚴。無論子女幾冷漠、幾不孝、幾自私，都唔好卑微討好，唔好低聲下氣，唔好委屈求全。討好來嘅孝順從唔真實，卑微換來嘅溫柔從唔長久，遷就得來嘅親情從唔牢固。你活過60載風雨，閱盡人間百態，撐起過一個家，養大過一代人。你有足夠嘅底氣與資格，活得從容，活得自在，活得有骨氣，活得有尊嚴。歲月無聲，人心有暖有涼。人生無常，親情有緣有缺。60歲之後，看透不孝，看淡人情，放下執念，先至真正活明白、活通透、活自在。從此不問子女是非，不談人情冷暖，不執親情得失，不困心中委屈。守住自己嘅健康，守住自己嘅心安，守住自己嘅快樂，守住自己嘅底氣。餘生漫漫，只道自己，只愛自己，只戀自己。願世間所有勞碌半生，無私付出嘅長者，都能早日看透親情真相，放下心中執念，
釋懷半生委屈，唔再為子女不孝而心寒，唔再為人情涼薄而內耗，唔再為親情缺陷而遺憾。前半生盡責盡善，無怨無悔；後半生清靜自在，安然自度，以寬心待世事，以溫柔待自己，以從容度餘生。在紛擾世俗之中，守得一方心安，一世清歡，一生無憂。